Hello，今日帶大家嚟到元朗睇一個好筍嘅租盤，係啦。咁好多朋友咧，其實新界區咧通常都係會想揾一啲好平嘅租盤咁樣樣，係啦。講緊可能1萬甚至乎9千咁樣樣。咁元朗區自從即係大型嘅發展商啦，譬如新鴻基咁進駐咗之後咧，基本上呢度就成為咗可能中產甚至乎有錢人嘅住嘅地方圍繞住元朗係啦，咁變咗好多即係以往嘅一啲嘅好平嘅租盤咧都炒高晒係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係啦，2026年。講緊而家香港租金都處於高峰嘅一個時間咧，竟然俾我揾到一個即係真係1萬蚊嘅一房單位266尺，咁嚟自好順義大廈咁喺邊度嚟嘅咧？好近嘅啫喎，呢度基本上對面就係迎點係啦，元朗睇俾大家睇唔睇到個景係啦，咁行過去。迎點啦，基本上都係可能3分鐘左右啫，跟住再去西鐵咧，可能都係行多3分鐘咁，6分鐘就可以搭車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好筍嘅返工嘅盤啦，係啦。咁而且裝修亦都好好喎，大家睇下呢度係啦。咁地板做過晒啦，咁亦都全屋包晒好基本嘅家私，都靚啊，有個鏡櫃跟住咧。基本上有晒 sofa 係啦 ，sofa 同埋有電視機櫃添 ，OK 係啦，廁所亦都整過晒全屋基本上都係裝修過係啦。咁而呢一個嘅廚房亦都係啦，咁有晒呢一個嘅明火爐跟住有洗衣機，有雪櫃 ，OK 咁一個人住又得2個人住情侶咁樣亦得。咁算係長方廳咁樣啦，咁全屋冇走廊嘅，咁所以其實好實用，係啦。咁如果有興趣朋友，盡快揾我啦。呢個盤其實應該都好快會冇噶啦。唔該晒，我係 Jordan。